月供相差218，單價相差600，二枚一品，二枚會，你會點揀？呢個係月供2207嘅交樓標準，呢個係月供1989嘅交樓標準，首付相差8700，總價相差6萬。我哋繼續以價格方案戶型實用小區規模對比，12棟嘅二枚會有咩着數？20棟嘅二枚一品又點啊？我送車位，我裝修靚；我近學校，我裝修靚；我都係裝修靚。總價608000，首付91000，月供2200，你可以喺二枚會揀到一個87房3房唔錯嘅樓層，精裝交標，全屋牆面通鋪，竹木纖維板，送一套住人房定制衣櫃，一個產權車位，總價548000，首付82000，月供1989，二枚一品，2號樓，單價6380，一樣又靚情，86方嘅3房交標，直接霧裝到牙齒，無轉的懸浮天花板，帶中央風換機，全屋智能家居系統，廚房方大3件套，大專全屋通鋪，連走廊都有做埋天花，仲有個智能淋嘢嘅地方。以上嘅方案對比同裝修差異數據俾你揀，中意邊度？總結係二枚一品可以乾手淨腳，將入住成本降到最低，最起碼收樓之後唔使再裝飾，裝修又夠潮流，小區夠大，拍拖都可以喺小區嘅。有人喺小區溝女嘅麼？二枚會小區12棟分3期縮短返學嘅距離，個仔都讚柒你，老豆唔使送我返學啦。獨立管理游泳池，最緊要有車位送，就係相差一個車位，二枚一品，月供少218，首付少8700，但係你租個車位最少都要300，咁計落，二枚會抵啦。評論區發隻筆仔，我將以上數據全部打包發晒俾你，你會點揀？一齊喺評論區傾一傾佢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